今日嚟到呢個華為體驗店中山嘅叫 MateBook Fold，試過實體嗰個鍵盤，試過呢個虛擬嘅鍵盤都唔錯啊！打字都可以，虛擬馬達、線性馬達打落去會有回饋嘅，都可以。我見到就咁用咧都冇問題。跟住我就將會買呢部 MateBook Pro 8999呢一部咧，就係32GB RAM 1TB 嘅 hard disk， 見到佢鴻蒙5.0 kernel 都係鴻蒙5.0純國產嘅 OS 嚟嘅，唔係 based on Linux， 很好啊！試過都好好用。6月6號我即刻買，用個補大概8999，佢大概補到佢7100左右，就可以買到呢一部 32GB RAM 嘅 1TB 嘅 MateBook Pro 啊！好多軟件啦，見到 AI 最勁呢部 PC，AI PC 嚟嘅，很流暢，真係試過都好好。鴻蒙 Next 配合我個手機 Mate 60 Pro 啊！澳門人用呢啲真係應該好少有，澳門人應該係我第一個澳門人會買呢部機同埋用。因為我係國產芯片、國產 OS 嘅愛好者㗎嘛嚇。呢一部機真係好自主啊！因為 OS 嚟講，多數 based on Linux 啊嘛。佢用麒麟 X90嘅 CPU 咯，芯片咯，泰山核心10核超線程去到20，有4個大核，跟住2、4、6個細核啦，你見到啦，同9010就唔同啦個架構，有 based on 9010嘅，好似話孖你920，但係有啲人就係用馬良嘅910MC6，性能就可能比9010嘅馬良910好啲啊。因為佢改過魔改咗咧，改進版嘅個 CPU 都改進咗嘅，所以應該都唔錯嘅。跟住有啲人話用中芯國際等效7nm 啦，馬良910啦，性能提升26%，有 SM3、SM4 國家算法破解，所以就好安全。期待啊！會到時我買咗6月6號就會再深入研究俾大家。而家就係初步體驗，好滿意。